这是一个有故事的生火方法，材料只需要棉花和草木灰，有木板就用木板，没有木板就用拖鞋，将适量的草木灰倒到棉花上面，然后把棉花卷成条状，最后压紧就可以开工了。这次我要挑战5秒内把它弄着。今日別離共你雙雙。